再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同款要带大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要来食这是古早味的牛仔面。牛肉面的汤头加上真大地牛肉，搭喙拢会当食到无同的口感，真紧就规碗拢糊了了。我点的是半斤半肉，然后因为它的肉很 Q 弹好吃，然后汤头很道地。最近这几年呢，回去海南岛给看父母啦，就顺便带回来故乡的这个农产。台湾买到一般都是胡椒粉，胡椒粒市面上比较少看到。再加上因为我们这个出产的那边充满着阳光啊。原来45岁黄良栋是伫中国海南的文昌市出世的。细汉时阵缀做军人的外公，伫1990年代初期到台湾发展。那时候年轻也贪玩，想说时间书读的差不多就好，因为能考得上就可以了，也不需要说没有到全心全力啦，所以没有考得很理想。联考考不掉，就听朋友的建议，行甲外公同款的路。去报考军校，军队的生活维持超过20年，经济稳定了后，就开始思考家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款的人生。尾就决定家己出来创业，卖家己上爱食的牛肉面，搁去甲朋友学做料理。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挑战，没接触过做生意这个产业，然后再加上这个饮食，我们觉得。好像把东西弄得很好，让客人吃得很满意，好像也是一种成就感。黄良栋做任何代志，拢是全力去做，做甲上好。因为拼过去就是你的，这句话对做过兵的人来讲，可能拢真实。这其实嘛是外公一直咧教伊的人生的道理。他说我们做学问啊，好像打石头一样。当你打1锤、5锤都纹风不动，可能你要打到10锤，那个石头才会裂开。当时我们只是把阿公这个想讲的话啊，随便听听来，也没有很用心。到后来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才慢慢发现说，很多事情的坚持才是成功的一个，就是达到目标的一个很有效的这个方法啦，没有其他的捷径。黄良栋讲用伫卤牛肉顶的嘛同款，用大火肉真紧就会软，毋过真后散去味嘛会走去，就要用歹的火来卤，肉才会卤甲香个甜。伊脚踏实地要伫第2个故乡台湾，感受人生的各种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